主的面前，虽然大海翻腾，波涛汹涌，但是我们仍然在跟神展翅在暴风的上空。父神仍然作王在洪水当中。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来做认罪的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罪的当中，能够求神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心灵得着自由的释放。感谢上帝，因着神的爱，使我们来认识他，也为我们自己被神拣选，走在他的道路上面，沿着他的爱，使我们的生命活泼更新。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与神的关系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的神，在你的面前献上了感谢，献上了爱。主啊，我们真的是有许多的罪沉湎在神你的面前，无论是明显的罪，无论是隐含的罪。主啊，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神你都鉴察我们的心，你必然都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内心的痛苦、内心所有的罪。主啊，也许我们有恶的念头，我们有贪婪的心，主，我们骄傲的灵，主啊，我们有自私，我们常常论断别人，我们不顺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有悖逆的心，主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我们内心当中挣扎的罪。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求神来赦免。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求你的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点燃对你的热情，重新点燃对你的渴慕，对你的爱。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藏我在翅膀底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
能够充满属灵的气氛来祷告。这间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教会，富强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每一个在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神所喜悦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渴慕神，爱祷告，勤读圣经，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神的精兵。也为今天的服事所有的同工与牧师来祷告，求神赐下属灵的智慧与启示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帮助我们在前面的道路，在每一个礼拜当中支取神最丰盛的恩典与力量。我们大家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富强教会要在神的手中。哦，主啊，这间教会是属于你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你所喜悦的教会。在这个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是爱主的弟兄姐妹。主啊，就求你赐下圣灵的恩膏降下在这个当中。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领受满满的恩典，支取更多的能力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意将自己为生，愿意看重福音的事工，将自己摆上。主啊，奉献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哦，是的，主，要为今天的服事的同工来祷告。主啊，愿你大大的能力浇灌在每一个服事的同工身上。主，我们每一个服事同工不是用自己的能力在，我们乃是依靠神的能力，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在这当中的服事。愿神亲自来保抱，愿亲自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愿神保守我们今天的讲道，保守我们牧师，让神你的圣灵、你的启示就从牧师的口中宣扬，来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帮助我们领受满满的恩典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多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改变。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来唱。我与你展翅高峰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高峰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赐下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主耶稣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带领我们走在义的路。主，我们相信，主你最爱我们，使我们有圣灵的安慰，主耶稣基督的陪伴。主，我们要大声的赞美你，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引导，所以我们一生就安然自在，我们不再动摇。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浇灌永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
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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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主，唯有你是配得所有的赞美，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我们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谢谢你。纯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救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其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求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
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为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亲爱的主，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你，因为我单单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你是遮盖我们一切罪过，以及赏赐一切恩典给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仰望，要敬拜，要赞美，要祷告，是因为我们除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神啊，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让我们从主得到属灵新的体会、启发跟力量，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奇妙的工。神啊，在这个时代变化当中，唯有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主，愿你的恩典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13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所以你们要祷告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第二处的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禁止；你们在地上所允许的，在天上也要允许。我再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如果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无论求什么，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因为凡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地方，我就在他们中间。好，以上。接下来我们请诗班来献诗，今天是AV 敬拜团的还原。献诗完，我们请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同心祷告，生命得胜。要
敬拜、赞美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今天用献诗的方式来呈现对主的敬拜。我们在这拍手谢谢他们，谢谢。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要热情的敬拜，因为主，你看见我们热情仰望，你就要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透过圣经熟悉的经文，要了解，要明白，要从神得到美好的教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个分享的主题很熟悉，只是牧师希望透过这个主日礼拜，分享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工，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资产，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同心祷告，生命得胜啊！同心祷告，生命得胜。那祷告的课题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不过今天我们要锁定在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也是重点，就是一个小组的祷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等一下还有分享见证哈。那所以牧师有些地方可能就会跳过哈。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第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主导文。那我看了很多版本哈，只有这个和合本呢，它有把最后一段哈经文，就是我们所做的最后就是13节哈，13节后面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它原文的圣经呢，在台语版或是现代中文译本这一段就没有，那表示说后来是我们在那个圣经的编辑，他把它完整做一个阿门来一个完整的这个祷告文，所以我们教会现在所使用的祈祷文主导就是用和合本这个最完整。那和合本在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有什么样的重点呢？牧师等一下会一起分享那还有第2段呢，就是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的应许，就是我们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神就要到我们当中。那这2个主题串联是一个今天一个祷告的产业那牧师要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富强教会到底神给我们什么样祷告的产业呢？什么叫祷告的产业？产业不是只讲我们说什么在社会上那些工业啦、事业啦、生意啦，不是。产业是属灵的产业。那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产业，比如说有的教会他们对唱诗班非常的注重他们的诗歌非常的棒。有的教会是他们很会办理社区事工关怀社区的。那有的教会他们的属灵工作很多。那我们教会有什么祷告产业呢？牧师做一个回顾了我在回顾之前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开题呢？是因为从牧师年轻时代就有一些教界的，我们教会界的一些长辈都在描述说，在我们东亚东亚大概就是日本、韩国跟台湾的教会有什么特色了？那我印象一直很深他们这样描述他描述说，日本的教会是很注重神学的教会，因为他们那些牧者或是神学家很用心在研究圣经，那些问题都研究得很深入那因为他们有德国的那一种背景，就是日本的神学界跟德国非常的熟悉他们常常会把圣经一些真理用神学来描述出来。不过他们日本的教会普通都比较弱小，因为好像没有办法扩展到整个社区尤其我们知道日本的文化非常的特色，因为它是岛国嘛，所以他们的那个所谓的这一个佛教神道教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那有人就讲说，韩国的教会是什么？就是祷告的教会，祷告的教会。我们在座可能有许多弟兄姐妹曾经在疫情还没来之前，曾经参观过韩国的教会。那反正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们教会都超大了，一个是几千人是基本的几万呢才是正常。那我们去学习呢，常常有几个很重要的特色其实他们诗歌也很好啦，不是说什么不好，只是他们最大的特色是祷告。
那牧师曾经有一段时间，常常带弟兄姐妹去参加访韩盛会哈，他们在祷告山哈，在祷告山崔子石祷告山就在韩国首尔的郊外一个祷告山，哇，大家有好几天在那边灵修会，而且要禁食啊。不过其中一个印象最深刻就是他们的祷告，哇，当开始祷告的时候，那个声音好像在地震一样，你还加上鼓啦、音乐啦。他说你在那个情景有两个反应，一个是你要跟着他们的脉动，一直祷告，一直大声呼喊，要不然你就觉得愣在那边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左右看，人家在祷告，你在看人家到底在干嘛哈？因为那个声量或是那个热情，在让我们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他们除了有禁食祷告，有半宵祷告。半宵的意思就是说，从10点大概祷告到过午夜才回家。更让人家觉得惊讶的是，他们大部分的韩国教会都有清晨的祷告会，哇，几乎是5、6点就开始祷告，1个多小时，而且是每天哦。你知道韩国比我们这边冷多了，像这种天气，他们有时候都结冰或是下雪，但是他们就是一大堆人就已经在那边做祷告。特别是韩国这一间指标性的我们的说纯福音教会他们呢好几十万人怎么聚集在一个教堂呢？他们就是在各地，在城市的周遭各地都设了一个转播站。那有的企业家他平常比如说他们的办公室，大的办公室，清早都还没有人来上班嘛，他们就设立一个大的电视荧幕，就大家在附近的都来这边一起祷告，哇，声音是如雷震耳这样子。那牧师还有一个印象深刻，可能很多参观过的都知道，在祷告山那边有一个山坡地，都是墓园墓园，很多弟兄姐妹在那边灵修都喜欢跑到2个地方，一个是祷告洞，台湾很多祷告洞都从韩国学来的。就你关在里面禁食祷告唱诗歌，另外一个就是跑到半夜跑到那个墓园里面祷告。韩国的墓园跟中国人的传统都一样，一个小的坟墓嘛，一个一个都一样，不像美国有草地那一种没有啊。但是很多人就在那边祷告，因为他们的信仰觉得说，这些安葬的都是他们的前辈，他们的属灵的长辈，所以他们觉得要在这个坟墓当中一起来祷告。哇，这大声的呼喊，特别在晚上的时候，声音哇，很清澈啊！他们韩国祷告人听不懂，但是他们会讲一句阿巴父阿波基，阿波基，那就听到这一句听懂，他们就一直呼喊，他们就觉得用力的呼喊，要跟神祷告祈求。我想我讲的印象应该跟各位大致相同了但是他们在特色说台湾的教会是唱诗歌的教会，因为好像觉得台湾人有那个唱诗歌的传统，很喜欢唱圣诗，我们的教会圣歌队也很认真在学习那可能跟我们台湾有很多原住民的教会有关，因为原住民的教会很喜欢唱歌，而且他们都唱8部合唱的，特别是布农族唱8部的。所以印象是这样的描述，当然也不是概括，但是就是这种印象。不过我就是一个感觉真的从我小时候，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嘛，就知道说，对祷告这个产业，好像大家都一直有一种那种力有未逮那种感觉，好像没有达到那种进入到这种祷告的情境里面。所以有人就称呼说，为什么长老教会不注重祷告？到底是不敢祷告呢，还是不爱祷告，或是不会祷告？当然，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这几年才到我们富强教会，你不会感觉啦。那从小在长老教会长大，就有这个现象。那牧师经历过，有些人把这个祷告的那种现象当成笑话在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的第一个就是有教会的长老执事被选出来，因为我们是用选的嘛。好，有执事新被选上了，他形象很好，他也很认真聚会，很认真奉献，聚会都不会缺席的。但他一定会，他有这种执事
跑来跟牧师讲，说牧师，我真的有一点心虚了，因为被选为执事不知道怎么服侍。不过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但是唯一的一点，请你不要叫我祷告。还有就是说，在公众的时候，你不要请这位执事祷告，因为他觉得祷告是很大的负担，他无法胜任这样子。他说叫我做什么都可以。那早期在乡下有一些长子，他的私生活是良莠不齐了早期在乡下有时候都会去应酬喝酒。那礼拜三，他们以前传统是礼拜三祷告会，祷告的时候他喝了一些就跑来做礼拜。那牧师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提到说，来，我们请某某长老来祷告结束。祷告结束，哇，他真的是喝了酒，讲话很多嘛，对不对？祷告了好久，祷告不完了。他祷告到最后，突然间忘了他在什么场合，他讲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干杯，这样子。糟糕，这个场合换了，不是讲阿门，他说干杯这样子。那这种笑话应该是有人碰到过才会这么讲。那另外一个就是没有操练祷告，突然间在公众场合请他祷告。那这位弟兄或是这位长子，他祷告一直祷告，哇，反反复复一直祷告，就是不知道怎么停止了。到最后他已经心急，就说好了，那祷告这边就好了。他不会讲阿门了，不会讲阿门，就阿门就结束了嘛。他不会讲阿门，所以一直在那边一直转这样子那各位弟兄姐妹，也许这些是笑话，但是可以看见说，我们传统长老教会真的要祷告，好像是一个担子，一个困难没办法突破，好像这是一个关卡突不破。不过另外，其实牧师也在乡下看到一种情况，那我就发现说，原来问题在哪边呢？我们在乡下因为当时医疗环境不好，尤其在离岛小岛。根本就没有医生没有正牌的医生顶多有卫生所的主任，有时候常常换，有时候卫生所就没有人了。那可能有一两位或者几位那种赤脚医生没有牌的医生，他没办法，他是也不是被迫，他觉得这个乡民有需要他就到都市里面买一些药剂回来，反正就是。他头痛医头嘛，脚痛医脚嘛，就是给他吃一些成药，甚至还会打针呢。他都有时候很害怕，不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打又知道可能会发生其他的事这样子在那种情况之下呢，最怕的就是有时做妈妈的看到孩子发烧，哇，就很严重，那怎么办？也没有医生可以看。传统我们在乡下以前，跟我同一辈的弟兄姐妹可能有印象，在乡下，在那个客厅的墙上都吊了好几包那个药包，我们叫架油包，有没有听过？寄药包因为到乡下没有医生所以你就感冒就拿感冒的药来吃，胃肠不好就拿胃肠药来吃，这样子。还好也是这样经过了啦，到现在没事不过那个时候有时候发烧就有点紧张，妈妈在那种迫切的情况下，我说基督徒他就大声哭喊说：“主啊，救我的孩子孩子这个危险求你医治一边医治，然后用湿毛巾帮他擦这样子，然后一直整夜祷告，最后那个孩子隔天就退烧了。他心中感动说：神你救我的孩子。这种事情在乡下非常的多。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原来你的需求在不在？你有这样的迫切吗？你有这样遇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要求救吗？当你有的时候，你就会祷告了。我们想象到说，我们个人都很喜欢，有很多兴趣，对不对？比如说很喜欢钓鱼，或是你喜欢运动打球，或是你喜欢什么事情事物。不用人家催你，你就喜欢去做，对不对？因为你觉得很爱这个东西啦。那问题是，祷告你有没有领受到神的同在、上帝的供应，以及神为你开路？当你有的时候，人家叫你不祷告，你会很受不了，因为这个是你
得到力量的来源嘛。就像这位妈妈为了孩子，她勇敢跟神祷告。所以重点不是不敢祷告、不爱祷告、不会祷告，而是你没有亲自经历圣灵的同在。所以感谢主，我说牧师呢，在5年前又回到我们富强。我其实呢，在20年前要离开我们富强之前，前任要离开之前，我们就教会看见开始在改变。那时候我们教会还是旧的礼拜堂，有地下室，因为我们只有2个空间嘛，一个是礼拜堂，地下室。所以那个地下室常常我们在做礼拜前，大家就邀集一起来做祷告。就像我们现在到传承到现在，我们在早上做礼拜前，先有一个会众啊，我们这个同工的祷告，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个祷告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观察发现，我们富强教会神就给我们这样祷告的产业。有什么祷告的产业呢？就是有中保代祷的事工，已经推动10几年了。2个礼拜前，我们的一真长老在介绍说，我们这个中保代祷成为我们教会重建礼拜堂，我们教会买了对面的地下室的整个这个大的空间，都是大家同心祷告得来的。教堂能够顺利的献堂，也都是大家一起祷告。再来就是我们每个礼拜5有一个恩典时刻的祷告会，大家80、90人，甚至超过100人，大家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早上礼拜前两堂礼拜，现在都有一个主日的祷告。那我们在4、5个礼拜前，我们就推动了一个40天的复活节前的祷告会，大家进1餐、2餐或3餐，一个礼拜当中，特别为特定的事情来同心祷告。还有呢，我们在下礼拜5，就是我们的受难日，我们要举行一个节期的祷告特会。我们教会呢有几项特会，大家觉得非常的有领受，比如说年终的祷告会，我们的复活节前的一个受难周的祷告会，这些祷告会都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哈。去年的年终祷告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边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都会举办一个医治祷告会。这2个月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能够领受到一起同心祷告那一种力量，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走到前面来被服侍。我们还发现说，服侍的同工有点不够啊，大家要轮流服侍这样子。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从神领受到一个祷告的产业。我觉得很多富强教会的事工可以跟别人来介绍，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为这个是从神得到力量的一个开始。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教会界除了这些祷告以外，还有这些可能大家都听过一种全能的医治祷告，有医病赶鬼那一种；一种是行走的祝福祷告，我们在为我们这个富强社区啦，我们到外地去传福音，先为这个社区做行走祷告，好像一边走一边散步一边祷告。那有时候在内心里面有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出声；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出声。哈利路亚，感谢主，神啊，求你赐福这个地，赶出一切的邪灵，这样子。还有一个先知预言的祷告，有人有这样的恩赐，还有包括经过操练，透过一个图像去看见神在为这个祝福的人，或是为他祷告的人有什么样的这个领受哈。我记得刚好在2天前呢，礼拜5，我们在台北的淡江教会，就在淡水那边有一间新的礼拜堂非常的漂亮，刚盖好他这个礼拜堂的主任牧师庄牧师他们今年呢，因为要纪念那个马偕牧师来台湾150年他们北台湾上个月才庆祝。然后他说我们的教会就在淡江就是学到了马偕登陆的一种福音的起始点嘛。他们今年就举办一个全台湾150年嘛就挑了150间去连结去祝福的一个行动。那上个礼拜5就来到我们富强教会感谢主，他们很用心的安排啦做一些宣告，特别在离开前呢，也为我们3位牧者来祝福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
我印象很深刻，他在做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种先知预言的祷告。他在祷告内容当中特别提到，比如说为谢牧师祷告，他就是说：主啊，我看见谢牧师好像他在搜寻那些珍珠啊，一些很漂亮的珍珠，而且这些珍珠呢，一颗一颗很漂亮，但是把它连接起来，用绳子把它穿起来，成为一个宝贵的珍珠项链。他是说，看见这样的事情是在祝福，让牧者有这样神的恩典，能够召集一群属灵的恩典的弟兄姐妹，把它串成一个项链，一个服侍神的恩典，或是祷告的恩典。那这个就是一种预言的祷告，一种祝福的祷告。还有另外一种是内在医治的祷告，哀伤陪伴的祷告。我们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六16号呢，我们要邀请潘荣龙牧师在基甸讲座里面分享，有早上的一场，还有下午的一场。那我们周报里面特别报道说，潘牧师他有一种内在医治的恩典，所以要为心中有愁苦，或是有伤害，或是有难过很多问题要需要祷告的，他要为他们做医治的祷告。弟兄姐妹，如果看见有谁有这个需要，也可以预备等到那一天，可以请潘牧师来为他做祝福祷告。那这些祷告都是比较不同的类型的那今天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从刚刚主导文还有2-3个人同心聚集，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就是我们所谓在这2年在整个台湾推动的一个叫 RPG 的祷告小组 ，RPG 的祷告小组。那为什么叫做 RPG 呢？我们不要先有一种反弹的心理，说又一个新的活动，不是，它是要恢复早期初代教会那种祷告的恩典。这个小小的一个渊源呢，就是在2020年，上帝差派了国际祷告学院的总监，叫做杨道诺牧师，他来台湾推动 RPG 的祷告运动，这就是杨道诺牧师那他在推动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我们疫情已经来2020年，所以他在台湾的众教会就激励起一个彼此可以守望祷告的模式，叫做 RPG 互兴祷告小组。那 RPG 可能因为英文我们觉得有点隔阂，其实没有什么奇怪了，就是一种祷告小组的称呼而已因为当时呢新冠疫情限制了教会的聚会活动，所以上帝就有网络群组兴起了 RPG 祷告小组的一个风潮，很多教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经历到了上帝奇妙的应许跟恩典，就是一种同心的祷告就带来神很多的祝福。那一个见证一直来。如果弟兄姐妹在上网的时候，你只要打 RPG 那很多教会的见证都出现了那牧师因为怕时间不够，所以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可能会跳过。等一下会放一个短短的影片，给你介绍什么叫做 RPG 那我们在这个大纲里面有提到说，这个 RPG 呢不是新噱头了，新的玩意，而是源自于主的门徒在马可楼的祷告。马可楼这2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圣经没有直接称呼了，是后来的人看见当时这些门徒在一个空间就在一个楼房上祷告可能这个主人是马可，所以后来就把它称为马可楼。有人就把它称为祷告塔，因为早在2000年前有楼房的不多嘛所以叫做祷告塔，所以也把它称为3人同祷小组了所以你会发现说，原来就是一个同心聚集的祷告。不过那个祷告是有一个根据的马可楼它的拉丁文的原意是用餐的地方。原来这个马可楼就是在初代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因为相传就是当时耶稣设立最后晚餐，在那边跟学生一起晚餐，还为学生洗脚的地方，也是后来耶稣复活之后门徒聚集，一直等候五旬节降临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复活在一个楼房跟他们门徒显现他们就看见同样在这个地方是领受了圣灵那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经文就在这一段。五旬节那一天，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就在讲马可楼。忽然有声音从天上来，仿佛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
充满了他们坐着的整个屋子哈。他们又看见形状像火焰的舌头散开，停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才能，开始说起别种言语来。那所以后来的画家就把它画成像这个马可楼在一起使用晚餐，这个是原图了哈，原图啊，这个画的比较淡一点。那后来呢，罗马的天主教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哦，就找寻了他们去推销说，原来这个可能是当时马可楼的地址，所以他们又重新盖了一间非常漂亮的马可楼的纪念教会哈。那现在如果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参观，就会看见啊这一间很漂亮的马可楼啊，里面呢啊都非常的装饰的非常堂皇哈。那这个是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啦。那牧师要简短来分享说，为什么牧师会介绍这个 RPG 的祷告哈？那 RPG 祷告是架构是什么呢？就是 RPG 这3个字，其实就是英文的 Revival Prayer Group， 翻译就是下面这6个字：复兴祷告小组。那这个复兴祷告小组呢，其实就是以刚刚我们读的主祷文做架构。那主祷文可以大略分成3个段落。那这个主祷文这个3个段落的祷告内容，就成为我们这个小组祷告的一个范本。那这样很简单吧？就是第一个，主耶稣的祷告文就是最原始的参考嘛。第二个，他怎么祷告，我们就跟着他的学习嘛。那这3段是怎么3段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大纲里面看到，第一个是向上帝感恩赞美。第一个就是小组祷告，一旦开始，有领导者讲说，我们一起来向上帝感恩。好，你用自己的话讲出感恩的话，或是说我们用这个诗篇，用诗篇的经文来向上帝赞美。那可以1轮、2轮、3轮，意思是说不是有那个主理者一直讲，而是大家轮流讲。讲简单也可以啊，说啊感谢主，今天我上学差一点迟到啊，上帝保守我平安啊，不被扣分，那是也是感谢啊，对不对今天下雨骑车很危险啊，上帝保守我一切平安，就是那种很简单生活的日常的感恩，或是说你用诗篇23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的主啊，你是我的牧者，这样子一种经文的祷告。那2、3轮大家一起宣告神的恩典，然后第2个就是照主祷文里面所讲的，用为日用的饮食的需要来祷告。那这个时候就是每一个小组员就分享说，我有什么样的需要，最近工作啦、生活啦、健康啦、家庭啦、小孩啦，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小组祷告时间不能漏等嘛，所以就是大家要讲重点，也不要讲太多点，一次讲一个。那这种祷告就是我第1个为第2个祷告，第2个为第3个祷告，第3个为第1个祷告。那这个就是个人的需要嘛，你可以讲1轮或者讲2轮，看你们的时间。那第3个更重要，就是要为神国的降临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你要有代祷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为国家、为社会为我们的台湾、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或是为你的家人有没有亲朋好友还没信主的，这就是国度降临的祷告。所以3段简单明了，而且不困难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祷告文。第1段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就是在讲说赞美神的部分。第2段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就在讲到我们自己个人的需求那这个蓝色的也是免我们在，如同我们免别人在，把它分再细一点，可能再讲到我们跟亲朋好友、同事、我们的邻居的关系的。那最后红色的就是一个神国度权柄的一个祷告。那再分细一点，就是有这几点：一个是关系，第2个是敬拜，第3个是神的主权，第4个是儿子的名分第5个是团契，第6个是带领，第7个是所有权。就是把这个主祷文分成7个段落，但其实是3大段就可以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它不在于组织的形式，而是在于祷告追求复兴。因为在马可楼这些门徒他们就在追求复兴，而且以生命的得胜。那这些事工呢，在经过这2年来，各地教会都同样经历到神的祝福跟恩典。那我们说 RPG 其实很简单 ，P 跟 G 就是 Prayer Group， 就是祷告小组
但是最要的重点是下面那个 R 是 revival， 是要复兴。那这些特质呢，牧师没有时间来详细解释。他的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的 RPG 的祷告不是单纯只是一起祷告，而是整个教会的建造都包含在里面，是连结的关系，是圣灵的声音，是回应门徒的呼召，是建立爱主爱人的文化，这些都包含在内。好，那 RPG 的祷告形式呢，其实有很多种啊。第一种主要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小组里面，大家的生命小组里面，大家组成一个3人的小组或4个人小组，或是团契中，我们的丰年团契也在组这样的2、3个人，因为大家很熟悉嘛，很容易召集嘛，不要说啊你没有来怎么办？2、3个人就可以开始了。第二种更基本的就是你的家庭里面，你有3、4个人就一起家庭的成员一起祷告，要用这个模式赞美、个人需要、国度权柄祷告。有人在职场当中也组成了 RPG 的祷告，有人在校园中也主持了这个祷告。那我们可以说 RPG 怎么推动呢？其实一般不会让你太辛苦了，太累，每周1次就可以。当然也有人每天的，当然不简单哈。第二种是用LINE或群组通话，因为现在疫情嘛，不必大家都见面才可以祷告。其实我们教会以前就一直有这个小组在做祷告，不同的形式了哈。那他说小组的形式是最简单的。第3个采用圣经导读的模式，而且第4个不要聊天，不要借这个重要的机会聊天，因为大家久了会觉得说啊，反正上网就聊天算了，不要去了，你就直接命中目标，直接开始祷告，就像刚刚3种。所以我们说有一个导长，意思就是说有这个领导者说，哎，我们都上线了啊，我们上网了啊，然后开始你先讲你感恩的事、赞美的事。当你开始赞美、开始感恩的时候，哎，那个气场就不一样，因为你是尊子为大，神就掌管这个地方，你的权柄就来了。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18章那个地方，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哇，我们何能那么力量那么大？是因为你尊主为大，奉主的名聚集才有啊。不然我们常有很多人直接串门子啊、聊天啊、聊是非啊，很多啊，时间都用的太多了吧。好，那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短片要看，所以我就把它跳过来哈。这些部分我们就跳过来了。那这个就是重复刚刚讲的3个内容哈：赞美、饮食、神国降临这样子。这个也是内容，我们就跳过去哈，因为这个我们实际引导，这样才有印象了哈。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刚刚讲的经文，马太福音18章18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禁止的，在天上也要禁止；你们在地上所准许的，天上也要准许。”好像我们是上帝的特派员，好像上帝是派我们来当大使，你可以有决策能力，你怎么有这么力量呢？你看看19节怎么说：“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必成全他们。”2个人，而且又同心合意，神就要成全。耶稣再重新确定一次20节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何等大奇妙的应许啊！因为那么简单的事，只要你2、3个人同心合意，那这个恩典不用白不用，为什么要把它浪费掉呢？而且现在还告诉你说不用聚在一起，你们2个在一起，在网络上就可以在一起了。感谢主，其实这个见证好像如云彩一般呢。3人同祷小组就这样子 ，A、B、C 就3个，当然有的4个了哈。好，那现在组织形式呢，我就跳过来，因为我们各小组都会教导。2个礼拜前，我们的慈宝老师呢，都召集了一个代祷团队一起来祷告。那我这要讲2个小见证，来看见说这个 RPG 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哈。我们在上个礼拜3有邀请了从宜兰来的一个主任牧师，叫庄成汉牧师，他常常有在 Good TV 里面带领祷告会哈。他也是 RPG 复兴祷告网络的副总干事，所以他特别来宣导。
他讲到他其中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在讲说他在宜兰，我们知道宜兰还没有那个雪山隧道还没有通以前更乡下，不过现在也蛮乡下，只是说有些观光区就很多人了。但是在头城就是宜兰的最北边有一个头城，一个叫大溪渔港，那边还是很乡下很偏僻。那边呢，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渔工，印尼的渔工，要不然就是这些普通的渔民。当然，当船长的赚很多钱，但其他人都很辛苦了，而且大部分都是拜偶像的。那其中有一个人，关键人物，她本身原来一个姐妹，她原来是日莲教的信徒。日莲教就是日本的系统的佛教，在台湾也很认真在推动然后他可能已经到讲师级了，不过他有一天突然间圣灵感动，让他觉得说他在日莲教里面看到一些不好的一面，他觉得很累很伤心了。他就突然间想到说，我有一个同学当牧师娘师母，就是这位庄牧师的师母他去找他说我觉得不想再接触这个教，你有什么帮我？这个师母就跟他讲说，我们来 RPG。就这样，我刚刚讲的3人小组祷告，因为一个在宜兰，一个跑到头城那边去工作嘛，他们就用 RPG。他说，第一次 RPG， 这个姐妹就看见主耶稣，她就经历到主耶稣，她从此改变了。她本来想说，常常还在做日莲教徒的时候，她是一直想要从头城调回宜兰市嘛，工作比较方便，而且不用开车嘛。但当她信主之后，她说，我决定要继续留下来。因为他想要帮助这个小渔村里面的人，所以他竟然找不到适当的聚会地点，他找一些朋友到那个宜兰大溪唯一的一间那个全家便利商店，这个店长说我们在这边聚会可不可以？竟然那个店长说好啊，你们聚会，因为他也为店长祝福嘛，他就祷告就就10几分钟就是第一次聚会就有人要决志信主，就觉得很奇妙。明明我在这边做那么久，怎么没有感动？突然间一起 RPG 就有了，所以他信主以后就留在这个大溪渔港继续服侍关怀一些印尼渔工，而且这个师母很奇妙因为有些是印尼来的渔工国语也讲不通他竟然用那种很蹩脚的英文为他们祝福。其实他平常都不敢讲英文，竟然敢为他们这些印尼渔工祷告，那印尼渔工流眼泪，感觉非常受感动。那这个庄牧师介绍他们一个小小的宜兰的教会，因为 RPG 有很多些见证一起来的。所以我要做一个见证，见证是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先恭喜我们教会的承喜弟兄全家你们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承喜弟兄他们香港来的全家，还有恩玲，还有淑芳姐。为什么要恭喜他们呢？因为他们刚刚得到一个非常棒的见证。什么见证呢？他们就属于我们的子兰小组子兰组长在那边也摇手一下，子兰摇手。他们去年就谢牧师得到这个 RPG 的一个领受，他觉得说突然间讲出来可能会不接受所以就拜托子兰小组长还有我们的那个3人小组说，你们试试看这个小组的运作方式，祷告的运作方式。那就真的子兰只是很顺服了感谢师父，他就好，我来试看看，就真的把他们的子兰小组分了3、4个一组，其中的一组就是我们的子玲姐妹，你下面有3个人，我听到那个名单了他们3个人，他们说看到新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承喜兄全家，好不容易从香港移民到台湾来，住在我们的阳光镇，刚好他们在找教会就找到我们富强来了，从此就开始在这边几乎没有缺席了心中很感动，因为你知道移民，而且语言不是很通的时候，要适应实在很不简单。所以子玲导长，我们说这个祷告小组的带领者叫导长，这样比较好认嘛就他们每周为淑芳姐妹，因为她本身是专业的护理师，
但是因为在香港有这个牌照，来台湾要重新考才可以啊，所以就为他们能够顺利通过护理师，他才能有一个工作嘛，一个付出力量的地方，而且是先为承喜兄跟我们的石王姐能够考上驾照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考驾照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左边教驶跟右边教驶，你敢不敢？就从左边才改右边呢？啊，那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香港是靠左，车子靠左的。你们到日本敢租车开车的真的不简单，因为牧师不敢开。那么竟然在祷告神的祝福下，他们很顺利的考完了驾照。那后来恩莹哈，我们这个可爱的恩莹呢，他要参加学校哦，要考试的话，要甄选呢，神也为他带领，让他顺利进入学校。他觉得参加这个学校很快乐对不对？很快乐，他觉得参加这个学校非常棒。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石王姐妹她考上了，上个礼拜公布说她考上了这个护理师，哇，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在香港医院的系统跟台湾都不大一样，包括病人那些医药那些名称都不一样，所以她在见证说，合格简直是神迹了真的是神迹。那就是借由大家一直的祷告，持续的祷告，小组的祷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看见神的应许。我想我们继续为承喜兄他们3个人祷告，因为他们要融入整个台湾的社会，还要学会说台语还要说华语，说得很顺，很不简单。那再秀一下你们漂亮的照片可以吗？承喜兄全家，我们为他们拍手好不好？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重点是不是牧师讲你就要做，这样没有用，是因为你觉得说真的小组祷告、复兴祷告小组对我有帮助，是我跟神更亲密关系的开始。试试看，很简单，你的小组里面自己找3个人、4个人，或是你家族一起用这个方式祷告。那我们要看一下一个短片来介绍会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影片，我们再做结束的祷告。我们请敬拜团准备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来做结束等一下，先看这一段短片。RPG 的介绍有没有？那这样好不好？这样我们就暂停好了，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团队等等没关系，这个先不要播放。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来带领我们的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祷告的大军，我们一起要请小组特别带领我们来做唱诗歌祷告的大军，站在波涛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真理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站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一起来，大声来唱！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
舍也守望，向你求愿意迷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舍也守望，将你心意是他的时代。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舍也守望，向你求耶利米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舍也守望，将你心释放这时代。愿你兴起祷告的大军，按着你心意举手来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愿你兴起守望的大军，带信心坚定地到手里，用你的话语增长，宣告你国度降临。感谢主，我们继续在这边，在音乐继续当中，我们用回应的祷告，我们开口跟神求说：神啊，求你兴起我们富强教会祷告的产业。我们有一个 RPG 小组的祷告，能够带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全部来翻转，得到复兴。我们求神让我们有愿意祷告的心，跟神有更密切的连结。第二个，我们为这个连续假日，许多弟兄姐妹来来往往外出南北串流，求主怜悯，让我们在遇到疫情的时候能够得到保守，身心灵都平安健康，出入平安。第三个，我们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的家人，用5项的祝福。我们周报里面有写到的，有健康的身体，有丰盛的产业，我们有喜乐的心，还有我们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以及美好的属灵的成长，一起为他们做祝福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一起为这些事情，我们来回应主的祷告，一起开口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顺畅浇灌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奉你们的祝福，让我们教会有一个祷告的产业，复兴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美好的圣工。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小组的祷告，有家庭的小组祷告，有我们的职场的祷告，我们有在学校的祷告。求你圣灵亲自来遮盖跟组织，真的求你保守我们在假期当中出入平安，大家不会受疫情的影响，也特别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人、每一个人的家庭都生4-5个祝福，有健康的身体，有丰盛的产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人际关系，以及我们的这个喜乐的心，以及我们神给我们美好的祝福。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亲爱的父神，我们奉你们的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个美好的祷告产业，让富强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时时祷告的教会，有家庭的祷告的教会，我们有小组的祷告的教会。感谢主，因为神要复兴一个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奉你们的祝福，在这几天连假当中，大家出入都有神的保守、平安、喜乐，神的恩典照顾我们台湾这个地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好，我们请谢谢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感谢。我们现在在奉献前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请安哈。那今天很特别呢，今天是我们的长老教会的教会学校的主日。那特别有一个代表，就是我们的黄丽蓉老师代表长荣中学。黄老师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黄老师，我们教会的老师哈。那今天学生代表叫做黄雅慈同学，他用台语感恩请安哦。我们欢迎拍手他，来快点，黄雅慈同学，来做一个请安的动作哈。来，他是长荣中学1年级的学生哈。来，不要客气。
平安。平安。我是黄阿祖，是中英中二高中部1年级的学生。今仔日我真欢喜，代表中英中二来向大家请安报告。136年前，北溪的牧师开办长老教中学校，就是即摆的中英中二。希望因上帝的疼甲恩典，互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阮校学生毋但伫成绩有好的表现，伫各项比赛嘛拢得到真侪肯定。校园的福音事工也一直继续，100几年来培养超过200位牧师。这几年来，校校面临经营的困境，阮犹原坚持校训的精神，虔诚、勤奋、荣誉、服务，互学校真侪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希望学生毋但会晓读册，也会当活出有疼有毋茫的生命。阮有准备一段影片，请大家欣赏。心在水，你的星星。
请大家做伙来关心支持学校的校务发展，为咱的学校来祈祷甲奉献，会当鼓励青少年选择咱中英中学来读册，受造就，互咱的少年人会当得到信仰甲知性的栽培。感谢大家，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家之地。我们要节省时间哈，我们要请执事开始要来收奉献，让牧师做一个补充报告，这样才会节省时间，好不好？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大家预备心来奉献哈。我们主日的奉献，那牧师要补充的是说，我们谢谢雅慈同学来做分享哈。那黄雅慈同学呢，她是我们在老街那个看西街教会黄伟丽牧师的女儿了哈，黄伟丽牧师他们一家两代都是牧师啊我们感谢我们雅慈同学，也为他祷告，让他在学校表现得更棒那我说要补充我们这个教会学校，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教会学校呢，在台湾呢北中南都有那特别我们在台南是福音的开始嘛所以我们台南有长荣中学，有长荣女中，还有我们一个真理大学在麻豆的校区，还有我们的长荣大学，都是教会的学校。那我们的学校都是历史很久了，100多年了有人还搞不清楚，以为是我们长荣中学是那个长荣航空设立的其实我们比他老多了，是长荣航空取我们的名字，应该我们要给他邀权利金才对那我们的黄立荣老师在长荣中学中教学30几年那我们的这个高林清老师的先生也都是在这边服务的那其实教会学校在经营，最近因为所谓的政策、教育政策还有少子化有一些困难点，那这个也是历史久的教会要学校改变的不简单的部分。但是我们要一直为教会学校祷告，因为教会学校全台湾的学校不差你这一间就差你是一个奉主人民设立的学校，有传福音的这个一个意向的学校，那改变学生的心境。你知道吗？如果读过日本历史的人知道说日本明治维新的时代有几间由基督徒设立的学校，改变了日本的现代化跟历史。在北部有一个北海道大学，是有一个克拉克校长所设立的，当然后来不是属于基督教学校。在日本本土呢，还有所谓的同志社大学，还包括那个早稻田大学，现在是个日本很出名的学校，私立学校都是由基督徒所设立的。所以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学校祷告，因为他们负担了重要的对年轻人传福音的任务那么也为黄老师、为长荣同学祷告，这样子。好，我们要做奉献。好，我们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背这个月的本月的金句。我们翻开周报的最后面，我们一起来背这个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今生担当了我们的罪。
好，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个礼拜的司理是陈秋怡执事。第3页还有第3页我们自己来看，第4页，好，我们看第一点，本日是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我们非常欢迎长隆中学的代表王立荣老师还有王雅慈同学前来分享，我们感谢他们的辛劳。第4点、第5点是代祷团的消息，我们自己来看。第6点，本会定于4月17日举行复活节赞美礼拜及圣餐，还有洗礼式。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向我们的干事来索取报名单。第7点，本会定于6月3号到4号2天的时间举办长职领袖年终灵修会。第8、第9、第10是周末的讲堂，我们自己来看。第11点是本会的喜讯，本会基训小组的叶东文弟兄与王小倩姐妹定于3月24号于东区的户政事务所来登记完结婚登记，我们恭喜这对新人。第12点，我们庆生会，我们等一下请牧师来主持。我们看第6页丧礼的消息，本会蔡凤玲的姐妹的母亲高蔡秀霞周报这里我们更正是写错了是高蔡秀霞姐妹昨天已经在殡仪馆举办完告别式，我们也为家属来代祷，求神赐下安慰的力量在家属当中。第15点的，今天是清明年假，我们的爱心午餐跟心灵转讲是暂停1次的。第7页，还有第8页，请我们自己来看。第8页跟第9页是奉献征信，如有问题，请弟兄姐妹跟我们的财务部来更正，谢谢。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做1-2点补充就是我们在其他报告里面有提到说，清明年假，所以明天跟后天教会没有上班有需要再联络牧师。那第2个就是我们在台南市的基督教公墓要举办联合醒目礼拜，是4月16号如果有长辈这个祖先安葬在那边，可以参加这个追思会我们特别请一起来参与，就是我们有4月15号的受难者祷告礼拜祈祷礼拜，请大家预备心在那一天能够来参加。在下个礼拜开始呢，也是进入到受难周。那受难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不是属于基督教国家比较没有这个概念，不过会提醒大家说，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做灵修祷告，也尽量穿比较素色的衣服的不是穿的红花柳绿那种那就是一种表示跟主耶稣一起受苦那种感觉还有就是4月16号的一个特别的讲座，潘长龙牧师的讲座都是在受难周，请大家预备心今天很高兴呢在这个连假当中特别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那这是一个家庭，是从高雄来的吴胜荣长老全家，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吴长老全家欢迎你，感谢主一个礼物的代表给你们做参考谢谢，请坐特别是吴胜荣长老今天特别带他的女儿吴之燕姐妹她在台南工作，她想说找到一间教会来参与我们也特别欢迎之燕，常常有时间都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也请我们小组大家关心她在她这边生活工作都很顺利那吴长老呢，以前在高雄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工大家很熟特别今天的黄伟立牧师的女儿他们早期也是在吴长老他们教会侍奉，很难得很巧那等下结束一下，我们可以再互相聊一聊感谢主。那等一下礼拜结束呢，我们一个庆生会，我们先留步几分钟我们再做礼拜的结束，谢谢。
请起立来唱诗歌《我的神》。诗歌完，我们请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4月份有81个寿星哈，我们请在座的有寿星，请起立可以吗？起立，我们要给你祝福，包括新朋友有没有4月份的寿星，请站起来哈。我们唱完诗歌呢，要请我们这个光凯队来吹大鼓啊，一起来唱，来，祝你生日快乐，哎，快乐。英文的，哎 ，Happy birthday， 来这边预备了哈 ，Happy birthday， 等一下来吹哦 ，Happy birthday。摄影师在哪边？先等一下，摄影师呢？啊，手机也可以，好这个今天摄影师请假。好，最凯年轻人哦，要来负责吹蜡烛哦，你把口罩拿下来好了。来，预备，好动作漂亮一点的，预备，好，开了，好，我们为这些寿星来祝福祷告再结束哦哈。我们的新朋友也是寿星哦，哇，感谢主哈，感谢主哈。我们的知燕姐妹，来，我们来做祝福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在4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神，你在我们教会有80几位神所恩典的寿星，他们无论是在台南或是外出，都求神保守他们在生日的时候领受到神特别的恩典，无论在工作、生活、家庭、健康以及学业，都有神特别的祝福，也让亲人朋友的祝福真的是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一生走在神的恩典的道路，看见神无限的赐福跟保守。我们也求你赐福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今天在连续假日仍然持守这个美好的信仰，一起在神面前敬拜。我们这2、3天的假期，求你带领我们出入都平安，有神特别的保守，特别是疫情还没有减缓的时候，大家出入都有神的保守、平安、健康。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祝你连续假平安快乐，好不好？谢谢。我们今天没有爱餐，抱歉哦哈，没有爱餐，抱歉。